1.47億元，預計實施稅費減免同埋退還措施，政府將少收稅費約42.43億元。產業多元穩步發展。2019年，特區政府將會穩中求進，推動支柱產業健康發展嘅同時，引領新興產業不斷成長。明年持續跟進博彩業中期檢討嘅後續工作，推動博彩業有序發展，促進博企開拓更多非博彩元素，繼續支持博企優先採購本地中小企嘅產品同埋服務，傳承本地美食文化，提升澳門創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影響力，展現澳門豐富多樣嘅旅遊魅力，用心栽培新興產業成長，繼續促進會展業發展，引進更多優質會展活動喺澳門舉行，支持會展活動與社區經濟互動，擴大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嘅建設。